米芝蓮認證6本木牌長龍終極松露醬油神拉麵。今次要介紹呢間位於6本木7號出口一出行1分鐘左右，超人氣拉麵店，湯底用高級材料混配。記住呢間嘢唔收現金，等咗大概30分鐘左右。咁我哋 go go go！ 一入門口全部米芝蓮，售票機有4國語言，拉麵全部有晒圖。我哋今日叫咗鋪頭推薦嗰2個，一般都係吧台，另外有張4人卡位。呢間嘢個上菜速度極快，3分鐘就全部到齊。いただきます。終極松露醬油拉麵，極限柚子鹽拉麵，日本小姐姐食松露拉麵，睇佢個樣就知。胡米，等我又試下，呢個真係好正，試埋個麵，冇嘢挑剔啊！我叫咗柚子鹽拉麵，試先，個人覺得其實幾唔錯，睇落去好 juicy。呢個有驚喜，超濃鴨味，仲有好多其他配料，個麵粗幼度啱啱好，個湯幾正，唔理幾清爽，清晒。最後我哋睇埋個松露飯，勁香松露味，好食但唔是非吃不可。想食飯嘅朋友，我推薦叉燒飯，叉燒又多又香，推薦啊！伊魯卡，下次再見。